约伯记38章第1节到第7节，34节到41节。第1节，迄时上主对光烈仔风中间应约伯：你是啥人，敢用无知的话，互我的旨意无明？着准备好势，做一个大丈夫。我问你，你着应我。我下大地的地基，迄时你伫倒位？你若知，讲来听看咧。是甚物人决定大地的大小？是甚物人用剪线量大地？你知无？大地的地基建立伫甚物顶面？重要的基石是甚物人安置的？你敢知？迄时透早的星神做伙唱歌，上帝的证书者嘛拢欢呼。你敢会当出大声命令云，互大水淹捌你？你敢会当叫死人写出去，互因讲阮伫遮请指示？啥人互红罗鸟有智慧知？尼罗河什么时会泛滥？互家角仔有聪明知什么时会落雨？啥人有智慧通算云的数目？会当将天的水拢拼空？互土粉变做落骨糜，互土结归圆。狮仔囝伫洞内屈得等，伫味的所在埋伏的时，你敢会当替师母掠食物，互因食到饱？细只乌鸦无通食，飞来飞去，对上帝哀求的时，啥人会当为着因准备食物？